市面上有林林種種嘅交通工具，大部分都盡量配合行動不便嘅人士，但原來有一種交通工具係專門為佢哋服務嘅噃。冇錯，呢樣嘅交通工具咧就係復康巴士啦。咁到底復康巴士咧點樣協助一班有需要嘅人士咧？嗱，呢個係一個非常之好嘅問題啊！今日我哋好開心咧，邀請到3位嘉賓同我哋分享一下佢哋同呢個復康巴士之間嘅心聲啊！同大家逐一介紹下先。而家鏡頭所見到嘅咧就係廖錦成車長，咁坐中間嘅咧就係乘客張建輝先生，咁坐我旁邊嘅咧就係復康巴士管理委員會主席張偉良先生嘅。歡迎晒3位。3位，其實我想知道啦，咁當初咧會有呢個復康巴士嘅構思啦，同埋係幾時開始咧係正式投入服務嘅咧？其實喺70年代咧，郭樂賢神父同埋陳昌浩先生咧有一次去探訪傷殘人士，咁嗰位女士咧原來咧10年咧係冇出過街，因此咧就引發咗佢哋咧就覺得咧係有需要係復康巴士嘅服務啦。咁就喺78年開始咧，我哋就有2部7座位嘅小巴，咁咧就開始咧就係提供服務俾傷殘人士啦。哇！咁78年輾轉咧，就已經服務咗25年噶啦喎。咁喺25年裏邊咧，其實剛才提過啦，初初得2部巴士啦。咁今日嘅復康巴士同當初嘅有啲咩嘅唔同咧？同埋發展到今天仲有幾多架車咧？有而家就有87部啦。嗰陣時候咧就要司機抱上抱落嘅，咁同埋咧就輪椅係冇得鎖定嘅。咁而家就有固定嘅輪椅設施啦。同埋係有好好嘅升降台板啦，咁咧就係傷殘人士咧係變咗個好舒適咁樣去到佢哋想去嘅地方。真係好大轉變啊！咁廖車長啊，我知你咧就係由復康巴士投入服務開始啦，咁你已經係做車長噶啦，做咗25年咁耐喎。咁其實係咩原因咧令你咁投入呢一份工作咧？一份安定嘅工作，又可以幫到有需要嘅人，又識到好多傷殘嘅朋友。我覺得都幾有意義啊！咁咪繼續做落咯。25年，4比1個世紀喎，好難得啊！咁其實咁長嘅時間裏邊啦，廖車長你有啲咩難忘嘅經歷啊，或者啲經驗，可以同我哋大家一齊分享下？有啲有趣嘢嘅。譬如有啲地方我哋去唔到嘅，即係普通人去唔到嘅，但係佢哋可以去到，咁我哋又送過去嘅話，咁咪我哋一齊可以入到去咯。例如咧？例如好似嗰次車佢哋去釣魚比賽啦，咁嗰度地方就係天馬南嘅海軍基地嚟嘅。咁樣我架車可以一路直接駛到出嗰個大角嗰度，停低喺度釣魚添。咁我又啱啱中意釣魚喎，啱晒。咁啊釣埋一份啦，唔使陣間係釣咗成10條魚啊！哇！而家諗起都開心。好多難忘回憶啊！咁我知道張建輝先生咧，其實第一批嘅乘客嘅其中之一啦，應該好多感受㗎。咁其實市面上咧就有多啲交通工具啦，都係俾啲係行動不便嘅人士嚟乘搭啦。咁但係點解你會選擇復康巴士咧？鍾小姐你講得冇錯嘅。而家我哋睇到香港嘅交通工具啦，無論係地下鐵路啦，或者係巴士啊咁樣啦，都好多有先進嘅現代化或者科學化嘅設施咧，係幫助到一啲殘疾嘅朋友咧，係好容易咁樣去使用呢啲交通工具嘅。咁但係諗翻25年前咧，係完全唔同嘅一個世界咯。當年所有嘅交通工具咧，都係同殘疾人士冇關嘅。咁如果殘疾人士要出街咧，以我為例啦嚇，咁只得2個選擇。第一個選擇咧就死慳死抵咁樣，儲埋啲錢咧，就一次過咧就係搭的士去好遠嘅地方。過埋海啦，係咪？係啦，咁但係就好肉赤啦嚇。咁另外一個選擇咧就咬緊牙根自己推啦咁樣。咁我曾經有一個有好多難忘嘅經驗啦，譬如喺彩雲村啊、黃大仙區啊咁樣，自己推輪椅啊，咁就沿住太子道咧，一直推到去旺角啊、油麻地啊嘅地方啊咁樣。咁其實咧對手咧嗰啲枕咧就20幾年咧都冇散㗎嚇。咁呢啲經驗咧就真係係。幾時諗起咧都係咁難忘咯，辛酸啊嗬！即係絕對係非一般人可以即係感覺得到啊！其實張先生，你覺得咧復康巴士俾你最大嘅得益係咩咧？同我哋講好唔好？好啊！其實當中嘅轉捩點咧就係我25年前咧我建成第一份工，當時個老闆就問你點樣返工啊？最大問題係啊咁。
我都頂硬上，得㗎啦，我掂㗎啦咁樣。但係其實好驚嘅。咁我係咪會要將成份嘅薪水去搭的士翻工咧？咁好彩喺當其時咧就復康巴士嘅服務開始咗啦。咁我就好彩咧，就成為當時復康巴士嘅第一批乘客。咁由嗰陣時開始咧，我每一日翻工咧，就係用復康巴士，用一個好接近公共交通工具嘅價錢啦，就可以乘搭復康巴士。咁喺呢25年內咧，我除咗用復康巴士翻工啦，我亦都有機會咧用復康巴士去進修啊，甚至我公餘嘅時間，我去參加社會嘅活動咧，我都係用復康巴士嘅。咁樣所以可以講復康巴士對我呢今後嘅成個人生嘅經驗咧，個改變得非常之大。咁我想知道咧，其實想租用你哋復康巴士呢個服務啦，係咪需要咧係等候好耐嘅時間啦？咁同埋其實對未來咧，你哋有咩展望咧？不如阿張主席同大家講講啊。好啊，其實好多傷殘人士咧，佢哋有誤會嘅，佢哋就以為要係 book 半年先 book 到我哋復康巴士嘅服務。但實際上咧，我哋係開放半年，任何時間咧，佢要服務咧，都喺半年裏邊咧，佢可以作佢哋嘅安排。我哋希望咧，我哋咧係將來能夠實施第2期嘅電腦化，我哋提供呢個全面電腦化嘅復康巴士服務。咁我哋都希望咧，將來咧能夠跨境嘅服務啦，我哋咧能夠過關過去中國嗰度咧，提供呢個復康巴士服務。咁啊，服務其實不斷嘅進步，希望有需要嘅人士咧就包容啊嚇。咁啊，其實咧復康巴士能夠令到咁多有需要嘅人士受惠咧，的確好值得大家支持㗎。咁我哋希望日後咧復康巴士嘅服務更加發熱發光啦，令到更加多有需要嘅人士可以得到受惠。咁另外電視嘅旁邊嘅觀眾，如果你係對呢個復康巴士嘅服務任何查詢的話咧，可以透過呢個熱線電話嘅，就係28178154，28178154㗎。再一次多謝3位啊，多謝晒。咁啊，跟住落嚟咧就有我哋嘅遊戲節目，就係都市送大禮嘅。